人工智能對各行各業生態嘅影響逐步浮現，其中喺電影製作呢一環，人工智能嘅介入更加令到傳統嘅電影製作模式出現根本性嘅改變。一齊入場參觀下香港國際影視展，睇下電影製作嘅最新情況啊！香港國際影視展早前喺會展舉行，唔經唔覺，今年已經係第30屆。為期4日嘅展覽，有多達790多家展商，吸引嚟自53個國家同地區約8000多名業界人士參與。展覽嘅焦點項目之一係連續第2年設立嘅人工智能專區，可以睇到唔同參展商展示最先進嘅人工智能製作方案。其中香港演藝學院就展示咗佢哋點樣用 AI 嚟加速虛擬製作。負責人表示 ，AI 加上呢套系統，令一啲就算預算或者資源不足嘅製作公司，都可以打造出規模龐大嘅場景。以前我去到後尾做完嘅嘢，我嗰個 shot 唔得，我就真係浪費咗唔要。但係而家唔係㗎，嗰個 shot 可以重用，變翻你原本嗰個製作流程裏邊嘅一部分。咁所以其實喺呢度裏邊咧，無形中係慳咗好多時間同埋人力物力，甚至乎亦都令到好多電影咧，佢原本去唔到嘅一個階段咧，佢亦都去到嗰個位。首先歡迎大家嚟到九龍城寨光影之旅電影場景展嘅開幕典禮。首先呢個經典嘅九龍城寨場景，由於難以揾地方保留，電影落畫後，大部分實景已經被拆卸，就算舉行展覽，都只能夠局部重新搭建。但今時今日，透過系統製作，只要將電影變成立體電腦模型，大型場景就可以用數碼形式保留落嚟，並且方便日後進行更多嘅跨媒體創作。AI 係好需要咧一啲呢啲數據集，尤其是本土數據集，去幫佢理解同埋應用到。點解我哋而家成日做好多 AI 生成嘅時候，咦都唔係香港嘢嚟嘅，或者係香港嘢，但係好似唔係好似喎。係因為冇入本地數據集，我哋而家嘅 project 其實除咗去幫大家做數碼娛樂之外，亦都想幫大家儲多啲呢啲數據集。咁當將來應用嘅時候咧，大家就好容易生成到一啲屬於香港嘅一啲數碼娛樂嘅嘢啦。喂，唔該晒 Terry。啊，咁啊，我哋而家用你個 LED 啦。另外喺學園內，校方亦搭建咗一個模擬銅鑼灣天橋嘅廠景。方案供應商表示，佢哋有一個虛擬拍攝系統，能夠將電腦模擬畫面融入真實廠景同燈光系統，令拍攝電影嗰陣，導演同演員更易掌握拍攝嘅效果。其實 AI 我諗現時最幫到手咧，就喺人與人之間個溝通同埋嗰個期望咧去拉近。即係我哋會覺得 pre-visualization 同埋 pre-production 係一個好幫到手嘅例子嚟嘅。例如我哋背後咧，我哋可能拍一個戲嘅一場景嘅時候，我哋會諗緊究竟係邊一個城市咧？咁可能我哋有唔同嘅風格選擇咗啦，再透過 3D model 咧做咗出嚟，擺翻喺一個 LED 屏幕上邊，再做翻一個實景嘅投射，然後喺前邊咧再做翻一啲大型嘅道具，例如呢一條橋啦。咁變相演員咧同導演咧就可以喺呢一個空間入邊咧模擬翻個真實嘅拍攝環境啦。3、2、1 ，Action！ 咁就唔同傳統，譬如我哋拍一啲綠幕，需要後期我哋先至再幻想翻究竟後邊係點嘅。而家無論係個光暗啦，因為係一個新嘅光源投射出嚟，然後喺前期我哋 AI 咧亦都已經夾好咗件事係點樣設計啦。變相咧喺個溝通成本同埋出嚟嗰個效果預期咧，就可以大大咁壓縮整體嘅時間同埋溝通成本。喺串流平台衝擊下，唔少市民觀賞習慣改變，香港亦有唔少戲院倒閉或者易手。有香港電影發行商就順勢轉移製作短劇，向串流平台收取授權費，或者分賬形式賺取收入。因為我哋有唔同嘅 IP 改編啦，
亦都有一啲新創作嘅 IP 啦。咁其實每個故事個片長或者係會幾多集，都唔會有個好確實嘅數字話我一定係拍80集啦、90集。咁但係每一集大概就係分0至2分鐘左右。譬如我哋依家嚟緊有幾個傳統平台啦，譬如優酷、騰訊、愛奇藝，佢哋其實都開始佈局緊 AI 短劇呢樣嘢啦。咁呢樣嘢佢哋都有佢哋唔同嘅政策。咁有啲可能會有保底啦，有啲可能都係分賬啦。李登旭指，無論係新創嘅 IP、改編電影嘅 IP 或者舊有嘅 IP，都可以用人工智能生成出新嘅故事內容同角色。如果我哋重新做嗰個 AI 短片啦，屬同一個 IP， 咁但係其實我哋依家都係偏向於唔係直接用本身個故事去重新演繹嘅詞，用 AI 重新演繹，而係透過，因為我哋而家揾咁多創作團隊合作，其實都係希望佢哋用我哋 IP 攞嗰個 IP 嘅精神內核啦，用嗰個 idea 啦，去重新創作一個新嘅故事出嚟。歡迎嚟到真正嘅地獄。佢話利用人工智能，令電影製作人有機會拍到一啲例如戰爭、科幻等製作成本高同製作工序複雜嘅短劇題材。同一時間，短劇由創作至喺串流平台上架，會較電影喺戲院上映嘅時間安排更緊湊。呢方面人工智能就能夠大大壓縮製作嘅時間。依家去到真係最頂尖嘅精品短劇咧，佢都已經唔係10萬、20萬一套㗎啦，即係甚至乎有啲係去即係最高價錢，我見過有啲係去到300萬一套都有嘅。咁但係我哋依家做 AI 咧，就係其實係希望透過 AI 去做一啲我喺呢個價錢底下真人拍唔到嘅場景出嚟，因為我呢個價錢我冇可能去做科幻啦，冇可能做動作武打啦。冇可能去做一個古代嘅答辯啦，咁但係呢啲我就可以通過 AI 去做到啦。另外，展覽內亦有投資6D 電影嘅戲院商，展示新一代嘅觀影科技。所謂6D 電影，即係除咗睇嘅係3D 電影，觀眾透過動感座椅、氣味同觸覺、沉浸式互動等設施，提升觀影體驗。就好似我喺飛行期間可以感受到有風吹過，亦可以去黃大仙求籤。電影監製兼戲院院視嘅負責人話，今次以人工智能生成咗大量嘅香港實景模型，希望 VR 電影能夠重新吸引觀眾由串流平台返到傳統影院。文體旅個都好支持我哋得到佢個同意之後，就係到景點係拍攝，跟住落嚟係掃描 scan。再跟住落嚟係做呢啲 model 等等等等，點講呢？係就係俾咗大家可能會真實世界中有少少 video 啊、虛擬呢些成分啊，有一些咯，同大家睇到平時睇到更加多一些係密閉空間之中唔一樣嘅 feeling 啊。人工智能喺本地嘅電影製作應用越嚟越多，而另一邊相對擁有更多電影製作資源嘅內地情況係點？下節再睇。